香港車友注意啦，想慳錢慳時嘅考電單車車牌，北上考可能係你嘅精明之選。今日同大家說下返內地考電單車車牌嘅總數位。好處一呢，考牌費用平一半，香港考電單車車牌閒閒地就過萬蚊啦。內地考牌連培訓費普遍3000蚊人仔搞掂晒，就算計埋北上交通啊同埋住宿，都仲有第8水位證，夠你買頭盔仲有得走啦。好處二呢，就係考期快領證啦，香港排期考路試隨時等埋半年，內地駕校呢，提供1條龍快班，最快2日內筆試同埋路試全部都搞掂。好處3呢，就係全國通用，隔1年轉翻香港牌，考到內地電單車車牌全國通行唔使講啦，翻香港仲可以免試領香港3號牌同埋22號牌，一試兩用，夠晒方便啦。同香港比呢，免考同制試唔使排長龍等考期，考試路線相對簡單啲。而家用回鄉證都可以報名，唔使辦居住證啦，單證做到即到即報，北上考牌逐步爆單啦。今期講住咁多啦，下次教大家點樣用內地駕照玩轉自駕遊。有興趣嘅朋友快啲 PM 我哋攞報名方式啦，記得追蹤我哋嘅頻道啊！